平埔族的甲合舞迁徙到南投埔里已经满200周年。埔里镇公所阁有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要互大家来了解地方的历史。其中阁有展出一个少年查某囡仔伊追溯家族源头的故事，希望会当鼓励大家来了解家己的背景，阁有地方的历史。 平埔族甲合舞伫咧200年前迁徙到南投埔里，为了要互愈侪人了解甲合舞，也阁有相关的历史文化，埔里镇公所有举办展览、专题演讲等等。平埔入埔200周年吼，有纪念特展啦吼，甲过去的一寡即个记录吼，以及一寡活动吼，其实上重要就是讲，是毋是大家会当吼，甲咱平埔族的即个源头的族谱会当提出来。 其中，阁有展出一个22岁查某囡仔潘雅琪追溯家族的起源，发现家己有甲合舞系统的过程甲资料，伊的坚持甲用心调查，嘛，互大家拢感觉足钦佩。其实我也是依据这个日治户籍资料，我才发现自己甲合舞的身份，也跟自己部落搭建一个桥梁，就是有意外的跟其他亲戚有连线到。 因为呢，很少见到一个22岁的女孩子哦，愿意为了去寻根，然后花这么多的时间，而且呢，非常有这个做研究的精神哈。从新北市她出生的地方，然后回到了她的这个爸爸出生地埔里，然后后来又为了让这个整个这个户政资料的完整性更明确，又跑到了花莲。 甚至潘雅琪阁专攻对大学商学院，转学去花莲读历史科系，互地方人士拢真感慨，嘛希望透过潘雅琪的故事，鼓励大家来找找家族的源头，提供资料来整合，互埔里的发展史会当更加完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